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白沙屯的妈祖进香正式起驾，所到的所在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。因为今年的规划爱伫个36点钟来行到北港，所以这个队伍前进的速度真紧，以每点钟5公里的速度咧前进。乡顶卡平均1分钟都要行120步，结果透早5点就行到台中的代驾，比去年紧得要6点钟。白沙屯妈祖起驾，欢人超跑行到道，民众拢放炮啊，甲彩带热烈欢迎。是讲早起4点半，因为彩带甲台铁电车线甜做一伙，地势通宵到新埔，规条路拢未通。马车直接停伫咧月台，也有人发文章，国家机吊伫车厢内80分钟，真无简单。等到7点，规条路才会当通行。早起5点多，粉红超跑都已经进入台中的代驾。甲去年乱叫早起10点多才到代驾，提早6点钟。因为今年对起驾行来到北港，才用36点钟。白沙屯妈祖进香团平均时速是5公里，平均每一个人每1分钟都要行120步，真考验体力。真侪人拢对无路理来。结果有人惊无法，摔落水沟啊！小心那个小心！警方到现场，发现是一个来自台南70多岁黄先生，伊摔落田里2公尺深的水沟啊！虽然有侪人，也毋过也毋管那紧受伤，喊送病院。还有一对翁仔某行到清水时，牵手行到无力，当场昏倒。加在经过环境发现，也是喊到送病院。庙方甲警方拢好友讲，因为这届乱叫行了真紧，民众都爱考虑家己的体力，找时间休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